同學們大家好，今日我哋嚟處理2017年卷一嘅第二題。咁呢條題目咧係修辭手法嚟嘅，咁就叫我哋根據以下嘅引文啦，回答所附嘅問題啦。咁佢就俾咗一段嘅段落我哋，然之後就叫我哋問運用咗乜嘢修辭手法去描繪咧跑步時候頭髮嘅動態。咁首先咧，其實我哋一定要做啲咩咧？我一定要睇清楚題目，就係佢咧係問我哋跑步時頭髮嘅動態。咁我哋望一望翻原文嘅引文啦。呢個引文入邊咧，其實頭髮嘅動態、頭髮嘅出現咧，其實出現喺呢一句度嘅。即係前面嗰句其實我哋基本上唔使睇嘅，因為前面嗰句係講咩？講腳掌啦，感觸到泥土嘅質感啦，兩手握住拳頭啦，似鐘擺交替晃動啦。其實唔關頭髮事嘅，係去到呢一句當髮際選到風嘅鼻息，爬梳成一股悠長嘅紋理，仿如一切嘅牽掛思慮都拋在腦後。呢一句咧先至係描述緊跑步時頭髮㗎。咁個動態喺邊咧？嗱，個動態咧其實就有幾個啦。第一個就係選到風嘅鼻息啦，即係髮際咧就俾風吹起咗咯，所以佢就即係嗰個佢就用選到啊，即係個頭髮咧就選風嘅鼻息，咁就飛起咗咯。爬梳成一股悠長嘅紋理，即係被風吹起之後咧，佢就喺風度飄揚，然之後顯得長咗啦。咁喺長嘅時候咧，所以其實嗰個頭髮動態嗰個動感啊，其實就係個選呢一個字啊。而悠長嘅紋理其實係寫緊佢嗰個嘅形態、嗰個形狀啊，而唔係嗰個動嗰個位啊。所以呢一度嘅正確答案就係 B 啦，擬人，因為選係即人嘅動作啊嘛，譬如 BB 或者係選奶樽啊，咁又或者係人啲血流出嚟可能會選啲血啊咁樣，咁所以呢個係選嘅動作啦。咁所以呢個就係 boy。咁有同學咧會誤以為係 A 㗎，A 係點解咧？第一就係見到個爬梳成啊，嗱呢個佢係名譽啊，爬梳成咧比盡佢都係暗喻啦，即係成啊嘛，有個係詞喺度，咁所以冇個喻詞喺度啦。咁所以就唔係名譽。咁第二咧，有同學見到仿如啊，仿如就以為仲唔係名譽嗱，其實係錯啊。點解咧？因為佢嘅意思係咧，髮際選到風嘅鼻息，然之後飛起嗰一瞬間咧，呢個形態好似將一切嘅牽掛思慮都拋喺腦後，係成個嘅前面呢個行為導致嘅結果嚟㗎。所以其實佢唔係兩者係冇相似點啊。所以呢一度咧，其實佢唔係名譽啦，更何況亦都唔係講緊個動態所在啊。所以如果答名譽同學諗到拋在腦後呢一個位咧，其實佢係忽略咗動態呢兩個字嘅扣題位嘅，所以呢個就要加倍留意啦。咁跟住去到第二個，作者喺拋在腦後呢一詞度加上引號有啲咩作用？是根據文意啦，一略加説明。咁即係話，其實我哋要揾嘅係一啦，就係我哋要講個作用係啲乜啦。二咧就係我哋要講個説明個作用喺度。咁呢一度講仿如一切嘅牽掛思慮都拋在腦後。咁佢講緊啲咩咧？拋在腦後呢度用咗框啊，框嘅意思其實通常有兩個啦，一個係強調啦，第二個就係佢係兩重嘅意思啦，即係相關啦，語帶相關啦，兩重嘅意思或者兩種嘅意思啦，咁樣。咁有同學咧，其實就會即係呢一度其實就考緊大家對於標點符號嘅理解或熟悉程度啊。咁有同學如果係唔熟悉嘅話咧，其實你從文本去睇咧，你都會見到佢嗰個嘅解讀嘅可能性嘅咁樣。咁喺呢一度我哋先望一望先啦。呢度講緊咧，第一個當然係講緊呢啲牽掛同埋思慮都拋在腦後咯，即係代表跑步嘅時候咧，我哋可以將一啲嘅牽掛，即係我哋諗緊嘅嘢啦、想法啦或者煩惱啦，我哋拋喺腦後邊嘅，我哋唔需要理佢嘅，我哋可以專注喺嗰個跑步上邊，感受個泥土嘅觸感啦等等。咁第二個其實佢呢一句嘅成句拋在腦後，
就係呼應緊前邊啦，就係髮際咧吮到風嘅鼻息，即係髮際俾風吹起之後咧，佢爬梳成一股悠長嘅紋理，跟住拋在腦後，即係風吹起啲頭髮，令到頭髮喺腦嘅後邊，即係髮俾風吹到腦後邊，所以佢有兩重嘅意思。咁我哋已經揾到3分啦，第一分就係風吹起頭髮，拋在腦後。第2分就係思慮拋在腦後，第3分就係兩重嘅意思。咁我哋呢度可以寫啦，引號嘅意思就應該係語帶相關啦。跟住第一個嘅説明就係跑步嘅時候咧，頭髮咧就被風吹到腦後咯。咁第二個嘅説明咧，就係跑步時咧可以暫時忘卻煩惱啦，或者可以忘卻一啲嘅牽掛啦，同埋思慮啦。咁呢度就3分。咁有同學咧就即比較多同學會寫到呢一分嘅，我相信，或者呢一分説明比較少同學會諗到語帶相關嘅。咁其實喺嗰一年咧，係咪一定要寫到呢4隻字語帶相關或者有雙重意思先給分咧？其實即唔一定係原字一樣嘅。譬如你可能寫話佢既表示到跑步可以忘卻煩惱啊，亦都表示到咧跑步嘅時候頭髮被風吹到腦後。即係我哋從一啲既啊、亦嗰啲嘅連接詞啦，我哋都可以推斷到考生咧，其實佢係有雙重，即係都判斷到呢一句入邊係有雙重嘅意思嘅。咁所以呢一啲嘅字都可以，即係我哋都可以酌量去比分。咁但係當然啦，如果同學可以最準確咁樣寫到語帶相關，即係呢一個當然係最好嘅答案啦。因為始終既同埋亦即係俾唔俾分，其實都要視乎翻個考官啦，或者視乎翻當佢改嘅時候，佢會點樣去量度嘅。咁所以最好嘅同學，即係最好嘅做法，一定係寫明嗰個手法，就係即係寫明嗰個作用，就係語帶相關，或者係有兩重嘅意思。咁呢個兩重意思其實都唔一定係兩重嘅，即係有時可能係相反，譬如反語啊，即係譬如有個同學好曳嘅，咁我哋都可能會話呢個同學真係活潑啦。咁呢個活潑都可能加引號，咁個引號其實就係講緊反語咧，就係我啲同學即係表面想讚佢活潑，實際上其實就係想話呢個同學好頑皮啦，成日都可能搞事啦咁樣。咁所以其實引號係有雙重意思，其實喺我哋日常生活中都不斷會遇到。同學只需要多啲觀察同埋多啲聆聽日常生活中我哋聽到嘅話語同埋語文咧，我相信同學都會掌握到呢一條答案嘅。咁最後都講一講啦，呢條題目咧，當年咧其實全香港嘅平均分咧其實好低嘅。全香港其實當年係即係講二人法嗰度先啦。二人法當年咧其實2.1啊，其實係得54.4% 嘅同學咧係揾到答案嘅啫。咁所以其實見到同學係未能夠準確去揾到個答案㗎。咁2.2咧其實仲少喎，2.2當年嘅平均得分咧其實係0.79分咯。即係話其實係普遍同學連1分都攞唔到喎。咁呢度就好可惜啊。其實喺呢條題目入邊，同學最少應該要攞到2分咯，即係揾到2個嘅説明嘅地方。咁希望同學可以通過呢條題目都知道原來呢啲題目嘅我哋應該點樣答啦。同埋都希望同學多啲去注意翻標點符號嘅運用啦。係啦，咁今日係咁多。